行政议会今仔通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，甲适用的对象对现在未生的翁仔某扩大到女性的同婚配偶，甲满18岁高薪的女性。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这部分，这届是无处理，草案会阁送立法院审议。争议真久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，行政院版本总算出来。行政议会10月通过修正草案，即摆修法将人工生殖适用对象扩大到女同志配偶，甲满18岁单身女性。不过，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部分，确定脱稿处理。我们希望在维护人工生殖子女权益知悉权，并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，开放未婚女性及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术。卫福部表示，即摆修法主要是伫个妇女生育自由甲囡仔上好利益。人工生殖适用对象为即摆未生翁某扩大到女性同婚伴侣，满18岁单身女性同婚资格部分，爱是合法登记，使用任何一边的子宫甲卵来完成。满18岁单身女性也爱使用家己的卵甲子宫来进行人工生殖。本协会非常支持。这样可以让单身女性的结婚跟生育脱钩，也回应了想生育子女的女伴侣需求。代孕这个市场一直都有，病人也有这个需求啦，因为他子宫是没办法怀孕的话，这是没办法这样那是病人其实很可怜，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小孩啊。另外，针对同性婚姻部分，修正草案佫增加广告亲属关系，较无人工生殖的囡仔有相亲，免去法院来认定。若签手术配偶同意书，亲属关系就成立，就算未来同性婚姻解除，亲属关系依然存在。另外，也扩大会员知识权，让受试者开始进行人工生殖进程，应知影关键的人的国籍、血型、肤色等，也能查询是毋是有重大遗传疾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